咱做佛刚发着当然啦嘛，叫做青春楚楚，了了分明。人生伫世间的内底当中，既然要修道，既然要学道，咱是毋是要照规矩啊？哦，这叫做戒道，哦，叫做规矩，叫做规范。咱今日会使讲讲，咱一贯提出啦吼，伫佛无法的时阵，咱知影末瓦时期500年就是斗争时期，这个讲啥呢？末瓦时期伊的佛法叫做法运般若，法运般若，咱人要照法的规矩，就较无啦吼。就参照讲是佛道的时阵，你伫法运作法的时阵，什么人敢做毋对的代志？什么人敢无做规矩？毋当佛道转去了后，迄500年叫做解脱健康死，解脱证悟福气。哦，这个法运就是安尼行出来。咱今日阿克各位大家学习，嘛就是咱清楚讲到日常不上本的内底当中啦吼，迄个这个阿罗汉这段当中咱做讨论。咱今日所接落来就是咧讲这个第十分啦吼，叫做庄严净土分啦吼。到这个时阵，庄严的净土分，因为这是描写着这段，描写着伊下底这个文章啦吼。